那吹的过程哈，它跟别的比较不一样，就是说跟画画啦、雕塑那些塑土啦比较不一样，就是说像我现在就没办法停止哦，就不能休息，要继续把它完成。话不能多说，手不能停止转动。玻璃艺术家蔡艺人专注地让玻璃的美丽在淬炼中绽放。反复塑形，难控制的是玻璃在高温下的不定性。我们看到这个圣诞球，这下面怎么了？就它因为就是两个系数不一样，它收缩，它没收缩，它冷却的时候它就裂了。虽然高温在一起，可是冷却的时候它互相会排斥。所以经过那个漫长的创作过程，到最后可能是这样。对，所以这样，所以俺唔讲失败。俺唔讲失败，老师说我不怕失败，要求黑女神，这就是人生嘛。有时候你这中间过程就是不会尽如你意。对。这一天，蔡艺人在留园当驻馆艺术师，齐全的设备，1个月烧掉好几万的燃料费，是吹玻璃工艺负担的门槛，所以投入者少，能坚持的更少。有助手，你可以等于是如虎添翼，你可以做复杂一点。那一个人做的话，会比较只能做单纯的形了，可是一个人做就会比较自得其乐这样。在孤独中思索创作，将山水意境和人文意境的向往置入作品中，让冰冷的玻璃有人文的温暖。艺术家持续以能量专注在他口中没有逗号、没有停顿的创作。蔡老师是台湾少数同时铸造融合吹制玻璃多元创作的艺术家。他说，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能够见识到玻璃在冰冷的特性之外，那热情如火，而且可以快乐铸作的过程。现在透过了教学，与更多人分享。俺唔讲失败，也超系年神；俺唔讲失败，也超系年神。